新义大新风区的议员都说紧，针对当地有侪建设道理，包括领导游泳池将争取台南第4座的全民运动馆，渴望成为114年全中运的游泳比赛场地议案，以及为了守护地方治安，开9400多万所新设立的沙仑派出所，有就是伫高铁特定区内城大沙仑病院，总经费超过92亿的重大建设进驻。议员拢一边关心，要求市府追踪进度，愈期愈急完工。这个起伫咱新丰区以外，不是干那咱新丰区使用，包括高雄市，它邻近的都会过来就医吼，所以真欢喜。但是市长，这要拜托，因为咱已经规划这个模型，而且伫咱今年度吼，咱嘛已经回文和城大，咱审核了。也是往中央送，卫福部送了嘛，吼是，所以讲这个物件是这个时程的问题，咱来去催，拜托咱迄个市长，咱市府团队，吼较紧把这件代志落实落来，啊无讲拢伫遐讲，看拢伫遐看，什么代志较偌久？嘿，实际上，但是土地是咱的，甲国甲中央的，经费是中央甲城大出钱。对。第二个是咱大新丰区的医疗水准。有关城大沙仑病院，市府表示，该案中央已经确定唔免环境影响评估以后，卫生局将修正计划伫5月1号送卫生福利部审议，确定审定结果以后，得进行规划设计阶段，希望一冬内会当看见拿图。但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。